星夢小花姚焯菲嘅粉絲近日不滿佢嘅唱片公司宣傳混亂，令到偶像嘅新歌《New Fantasy》嘅 MV 未能同歌曲同步上架，令夾響公司同粉絲中間嘅 Chantelle 左右做人難啊！為咗平息粉絲嘅不滿，Chantelle 竟然不惜自爆偷食短片，想以可愛嘅表現嚟到化解歌迷嘅怒氣。響片入邊着上露腰打歌服嘅佢，背向鏡頭，面向零食自動售賣機，以為佢正喺度揀緊零食啦，點知佢一轉身，原來餅乾已經塞滿個口，搞到佢兩腮脹卜卜。當佢發現俾人拍緊嘅時候，佢即刻一面驚訝。為咗減輕尷尬嘅氣氛，佢突然靈機一觸，表演跳舞，之後就跳住咁離開，翻返去錄影廠啦。網民指Chantelle嘅偷食片似足當年嘅笑笑小電影，大讚佢有喜劇潛質。亦都有人話拍 MV 跳舞跳到深夜，食零食補充體力，亦都情有可原，無需要有罪惡感嘅。而近日阿Chantelle亦都現身慈善展，體驗 DJ 播歌嘅工作。佢揀選嘅金曲包括有佢爸爸最中意嘅譚詠麟《愛情陷阱》、彭羚嘅《給我們唱歌的男孩們》同埋陳奕迅嘅《K 歌之王》等。不過網民就留言話呢啲歌出嘅時候，Chantelle都仲未出世呢。